1分鐘話俾你聽，廚房同埋個廳地面嘅連接法則，用錯咗瓷磚，隨時間屋細咗一半啊！第一招完全統一，如果你間屋唔算好大，可能得幾百尺，我哋建議一隻瓷磚角由客廳通鋪到入到廚房，亦都唔好加門檻吸嘴啦，視覺無阻啦，咁亦都係令到間屋更加有通透嘅感覺。第二招和而不同。好多時啲客想區分兩個空間咧，就用咗兩隻唔同顏色去斬開咗佢。但其實我哋建議咧，其實都係用翻同色系嘅瓷磚，因為睇上去咧過渡就會相對比較順眼。如果真係要區分咧，可以用唔同嘅紋理啦、形狀。例如你大廳係鋪大磚嘅，咁可能廚房揀翻同色系嘅六角磚啦去區分。咁樣過渡得嚟咧，順眼得嚟，亦都會比較高級。講咁多咧，揀瓷磚嘅精髓咧，好多時在於和諧。因為和諧咧，先會有統一嘅設計感啦，或者高級感嘅。咁如果想知點樣襯靚你屋企嘅瓷磚，過嚟揾我哋傾一傾。